我很感激我的同事把我的前女友给抢走了，替我挡了灾呀，要不然现在受苦受难欠一屁股债的人就是我呀。自从我这个同事把我的前女友给娶走了之后啊，那是车贷房贷儿女债欠了一屁股啊，还都还不清啊。去年开始啊，我们公司降薪了，我这个同事的薪水啊，还完房贷连吃饭都没有了，还要向老婆拿，妈呀，还被老婆一顿臭骂，骂得他狗血淋头啊，还说你没有本事你娶什么老婆呀？啊，你还不如打光棍好啊。所以说我这个同事啊，气得没办法，又去送外卖呀，结果好送不送，把腿给摔断了。你说他好不好呀？太好了，本来这个灾这个难都得我来承担，现在你看我的同事把我给抢走了，这多好啊，我得感激他呀。